咱台湾的友邦海地这几天做大水，有7个省拢淹入喺水里，至少44个人死亡，13000人有路无厝。美国监管管理委员会甲世界上大的加密货币平台备案，各13项罪名，比特币随大落6%。瑞典去年结婚的比例降到5.6%，是欧盟上介低。但是继续降落到5%以下，就是欧盟头一个无份国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咱台湾的友邦海地，这几天是拼大雨做大水，当地有10个省，其中有7个拢断咧淹水，至少有42个人死亡，13000人有路无厝。另外，乌克兰南部赫尔松、新卡科夫卡水坝去互迫害，这住伫咧水尾的民众拢得爱赶紧撤离。即阵乌克兰甲罗西亚拢袂讲是对方出手的，甲大坝毁掉。看家己车掉入大水里，车主真正是目睭金金人上中。台湾友邦海地向阳伫初三、初四落大水后，10个省有7个省做水灾。根据当地的官方统计，这届水灾上少有42个人来死亡，11个人失踪。Là c'est côté pour nous dormir et puis bah nous rad bah nous drap. Nous pas gagner encore cochon cabrit tout à l'heure. 民众撩水出门，想要去地势较悬的所在。首都太子港西南40公里的小镇，有3条溪汇集，受灾更较严重，总共有几若千户受到影响，紧急需要食米、水甲药品。因为这届大水强国美，若冲到几若百间民众的厝体，另外还有几若条街仔路受到大水的损害。民众的厝体全烂光啊卖，大家拢无闲咧摒扫。根据联合国调查，这2天的大水后，总共影响37000人，有13400个人无厝通住。也毋过，伫个大水后来进前，海地都将近1半的人需要联合国的人道救援。这个数字伫5年来加2倍。除了大水后带来的乱象，海地还有帮派暴力、政治败坏、甲经济无好这寡危机要处理。大水一天一天直直按水法拼出来。乌克兰南部由罗西亚控制现已上州新卡科夫卡区，有一座大型水坝受到破坏，造成200户下游区域的民众要撤离。乌克兰南方司令部讲，目前当咧监控淹水地区的受害程度甲状况。根据当地时间6月初5的卫星图显示，水坝有一部分受损，也毋过俄罗拢互相指责对方才是破坏水坝的凶手。公视新闻省6倍编译。乌克兰的桥是因为战争断去，印度则是因为工程问题，一座桥1年就崩2解。这座伫咧东北部的桥，起也袂好，就一直咧出意外。放弃迄当阵是有8个人伫咧桥顶，即阵还阁有1个人失踪。民众手机记录着大桥崩塌的1万年，大部分的桥面直接落伫河内，引起真大水火甲影响。印度东北部的比哈邦一座兴建中的大桥，初时发生崩塌，总长超过3公里的桥，有几百公尺的桥面崩塌。震撼的画面，互现场看到的民众就是发生爆炸。बहुत भयंकर हलचल हुआ था यहाँ पे जैसे लगा कि बहुत बड़ा ब्लास्ट हुआ है उसके बाद कुछ समय के बाद पता चला कि पुल ध्वस्त हो गया 互民众遮尔气愤，是因为这座桥有假被跨过恒河的大桥，规划171亿卢比，我新台票64亿，原定2020年3月完工，想要到拖超过3年还未完工，也伫14个月来2摆放弃。前一摆是去年4月，迄当时调查基础原因是电缆过冷气，外界就质疑建商使用品质歹的建材所造成的。今嘛第2摆崩塌。यहाँ पे जायजा लिया कि जो भी इंसिडेंट हुआ उसको मैंने अपने वरीय पदाधिकारी को बताया। वहाँ से हम लोग को एक इंस्ट्रक्शंस आया था कि इसका रात भर मॉनिटरिंग करना है। उसके बाद मैंने तुरंत SDRF की टीम यहाँ पे भेजी थी। उन्होंने रात में यहाँ पे शाम में ही जायजा लिया, पूरा जो एरिया है उसको कवर किया। 根据印度媒体报道，迄当时桥顶拢总有8个人，目前有1个人失踪。当地政府下令会严定相关人员。也毋过调查团队发现桥梁设计存在欠点，建议重新检视整个设计。公视新闻陈伟林编译。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拜约安森美尼伫日本东京设亚洲头一间办公室，不过根据媒体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反对设亚洲办公室，认为讲这款行为会让北约甲中国的关系愈来愈紧张。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印度的关系恶化，连媒体都受影响，因是互相赶走对方的记者，其中有14个驻印度的中国记者，即阵敢若剩一个。英国《Times》报道，协助乌克兰抗战的民兵组织继续咧攻罗西亚的边境。不过，因网络看的相片，民兵体是比利时做的步枪。比利时的政府是强调讲，欧洲送的武器偏好袂当伫咧乌克兰境外使用，要求这乌克兰都要交代互清楚。说的是美国民主时报指出，美国前副总统潘斯正式交候选的文件。要拼共和党内2024年总统初选，预计明仔就会开始走竞选行程。上尾是华盛顿邮报，苹果公司推出头一款头戴的装置 Vision Pro， 使用者唔免控制器，敢若用眼神、手甲声音就当控制灯饰。一套是要卖台票10万，明年初就会上市。台积电今日开股东会，讲预计下半年的业绩会比顶半年更加好。针对这台海局势，敢会去影响到台积电订单的问题？董事长刘德音是讲，台湾的半导体颠倒会当稳定地缘关系。股东专心听报告内容，福国新山台积电初六召开股东会，考量全球经济经过美中贸易战、疫情等因素影响，台积电随互股东注强心针，强调公司稳定快速发展，也接到不少 AI 的相关订单，也强调客户的库存渐渐降低，预计后半年业绩表现会比旧半年较好。2奈米现在还在研发之中不过现在看起来大致都能达到我们原来的进程。所以我们对这个 technology 觉得是非常有信心。台积电强调，3奈米甲2奈米的先进制程会留伫台湾。那台积电伫日本成本设厂，预计明年量产，当评估设立第2座厂。台积电强调，海外设厂是次水温90%的产能，也是会留伫台湾。也咧评估到德国设厂的可能性，也毋过上烦恼的都是人才供应甲劳工的问题。做事的方法在每个地方不一样，在日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都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管理阶层要去面对的，但是要求的是台积电的这个 core value 核心价值，大家要 follow。对地缘政治引起台湾生产半导体敢是安全的讨论，董事长刘德音认为，双方面袂当互相因果关系。台湾半导体颠倒对地缘政治有稳定作用。绿色制造是台积公司永续经营的基石，无论在台湾或海外，我们厚植绿色管理与日常营运。刘德音强调，台积电要作为排碳模范，也爱拍拼。台积电海外厂拢会当全部绿电，也毋过台湾无长久绿电会当向环保团体热切好评，是构筑倡议。呼吁台积电转型做绿电产销者，积极面对绿电开发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加密货币是一款投资方式，不过说是常常牵涉到法律问题。除了去年全世界第2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宣布破产，这阵美国的证券管理委员会阁要对世界上界大的平台币安，阁有币安的执行长赵忠平阁来提告。佮讲因碰风交易量、转移客户的资料等等，计共有13项罪名。这个消息出来了后，比特币是随大落6%。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初五告上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对币安甲执行长赵忠平提出13项民事诉讼。包括碰风交易量、转移使用客户资金、无限制美国客户使用因的平台、伫市场监控方面误导投资人等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出，币安伫美国创立的独立实体，也是为了闪避美国联邦证券法的精心策划。SCE 主席詹斯勒发布声明，指控赵忠平甲币安的实体参与真快早期利益冲突，向透明甲调讲逃避法律的网络。I think most governments now understand that adoption of carbon regardless is better to regulate the industry instead of trying to fight against it.
赵中平2017年创立贝安好业起来，形势真抢赢。这已经是今年3月美国商品机会交易委员会提告以来，贝安甲赵中平搁一摆互美国当局控诉。贝安推文表示，会大力行会管理平台，批评 SEC 技术沟通接触，形势欠透明，威胁到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创新甲领导中心的角色。也强调贝安毋是美国交易所、美国监管会的行动所及有限，贝安甲旗下平台上的用户资产拢是安全的。贝安的加密币平台去年每天交易量大约是650亿美金，称霸业界。被告消息传出了后，贝安家己的贝安币落波超过5%，全球上大的加密币比特币也淡薄6%，是3个月来新低。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瑞典是全欧盟食薰比例上高的国家。根据统计，2019年的时阵，全欧盟食薰的比例是有18.5%，不过瑞典迄阵是敢若6.4%。去年的时阵，瑞典食薰的比例阁继续降落到5.6%。若是会当继续降落到5%以下，瑞典就是欧洲头一个无薰国家。因会当无薰的原因，主要是甲瑞典严格禁薰有关系。伊毋若亲像台湾共款，室内公共场所袂使食薰，餐厅室外区域嘛拢袂使。除了禁薰，瑞典阁有一项产品甘薰是渐渐咧取代传统薰。这款甘薰的好处是，用甘的袂产生二手薰，袂去影响到别人。不过伊的成分依然是有带尼古丁，可能也是会造成心血管的疾病、甲癌症等等。目前欧盟是敢若瑞典合法，其他国家拢禁止甘薰。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嘛认为讲，推广甘薰对解决薰害无帮助。伫斯德哥尔摩街路边，敢若伊一个人伫食薰，这种现象伫当地其实愈来愈少看。因为瑞典禁薰的规定比欧盟其他国家更加严，若餐厅含酒吧袂当食薰，厝外侪位区嘛袂使，其他包括公车站、火车头边和公共建筑物的入口嘛同款禁薰。这款措施，互瑞典去年食薰率降到5.6%，将要达到世卫每日食薰人数较低总人口5%的标准，将做欧洲头一个无薰国。We like a healthy way to live, so I think that's the reason. I don't like the smell. I want to take care of my body, so no, it has never been an interest for me. 瑞典的反薰运动已经有几年，嘛有真侪人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不过业者却趁势推广甘薰。甘薰是一种加密的薰草，无污烟、免剥也免食，敢若甘的处理。伫瑞典，红当作薰的代用品咧买卖，不过欧盟其他所在是禁止买卖。It's part of the Swedish culture. It's like the Swedish equivalent of Italian Parma ham or any other cultural habit. We put the little piece of tobacco either as a loose or in a pouch, which is far more common, like a small tea bag, and we put it under the upper lip, and that's how we use it. 瑞典甘薰的买卖伫过去10年之间按11.2%，提高到13.7%，因为伊同款有尼古丁，卖食条的，是毋是爱加以限制，还是禁止？民间有无同的看法。Since you put it under your lip, it will affect your teeth and your gum. However, it's harm reduction. 世界卫生组织嘛注意到，若是甲甘薰甲其他类似产品算在内，瑞典成年人使用薰草的比例超过20%，甲全世界平均值差不多。WHO 讲，薰草业者用伤害较低做理由，推广薰的代用品，是咧误导民众。嘛无认为安尼是消灭薰害解决之道。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法国甲日本的公司合作研发一款新的疫苗，研究人员是利用人工智慧检出新的抗原，加强攻击癌细胞。初步研究，有患者做疫苗9个月了后，癌细胞拢无阁压起来。流感的患者上界烦恼癌细胞会压起来的问题，即马可能有解啊！法国一间生技公司甲日本电器公司 NEC 合作，针对头甲颔管的癌症，也就是治疗喙腔癌、鼻咽癌、甲甲状腺癌等等，研发一种新的疫苗，而且互16个患者试验。初步结果发现讲，这16个已经甲流切掉，而且接受疫苗治疗的患者，9个多月了后，拢无阁压起来。The TG4050 is unique for each patient. We actually manufacture a vaccine that respond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atient's tumour. It even adapts to each patient's immune system. 这个新的疫苗上界大的特色，就是运用 AI 人工智慧，
研究者讲，因替患者做疫苗进前，会先分析肿瘤的遗传特征，再个透过 AI 替每一个患者筛选出30种的新抗原，促进 T 细胞加强对癌细胞的攻击。虽然目前试验的范围是头甲颔管的癌症，不过未来嘛有可能应用伫咧其他的癌症。 It is highly conceivable that this technology could be applied to many cancers, because these vaccines are tailor-made for an individual by searching for mutations that are specific to each cancer. 试验的结果嘛指出，这支疫苗的副作用无大，按算今年下半年会展开2期的试验。虽然离疫苗完成所有的试验到上市，还佫需要几啊年的时间。不过，便若试验有成功，对癌症的患者来讲是真大好消息。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AI 人工智慧长时行，这各方面都有人开始用 AI 来去试做，不过算嘛是产生真侪争议。所以讲，国际有真侪国家拢考虑要立法，防止有更较侪问题出现。亲像后面的执委会就呼吁各大网络平台，若是有用 AI 做的内容，应该要标示好清楚。因为这用 AI 做出来产品，甲伊接受的训练有关系，所以嘛真有可能会互利用来散布假消息。 若是讲标示是 AI 做的，才当提醒大众多多判断这个消息敢是真的。We have the main task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speech,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AI production, I don't see any right for the machines to have the freedom of speech. ChatGPT 带动新形式 AI 热潮了，无论是文字、图像、音乐这款领域的应用，会当讲是进步快速。英国后面政府的表态讲 ，AI 的产出内容并无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要特别标注。The new AI technologies can be a force for good and offer new avenues, but the potential for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society. Signatories who have services with a potential to disseminate AI-generated disinformation should in turn put in place technology to recognize such content and clearly label this to users. AI 快速发展，嘛让世界各国开始思考检视，是毋是要赶紧立法来防范亲像假消息支持者的负面影响。后面去年6月，含几若间网络平台、广告业者签订相关的自律行为守则，包括 Google、Meta 甲 Microsoft 这科技公司，拢有签名。因为推特是伫顶个月退出，也毋过想要明确标注 AI 产出的内容，实在无简单。是蛮有挑战性的，人工智慧上面就有一些可能存在的偏见，或者是因为资料训练代表数不足等等，它必须要大规模的辨识出是否为生成式的内容。同样，因为自动化的处理会有导致一些错误标记，而产生歧视或排挤的效应。产出式 AI 对着未少产业会当提高工作效率，不过假消息的问题一定要注意。未来除了各国政府单位防范了外，各平台业者是毋是会当互内容标记这款技术更加强化有效？我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带落家，带大家来看法国出名的世界遗产圣米歇尔修道院。咱看边仔这挂相片，因为这座修道院是起伫咧海边啊，若是大涝的时阵，就会变做一座小岛。15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时阵，嘛捌互人当作是感觉关过万外罪犯。除了一般游客，圣米歇尔修道院嘛变作是歌星、音乐、录影大场景。法国政府这15年是投资3000几万的美金维修这座修道院，这是举行青年的庆祝活动。伫随行官员甲政府人士的拥护之下，马克宏阿某用行的驶过圣米歇尔镇外规的石板路，参观这个有我千年历史的小镇，甲当年吸引100多万朝圣客的圣米歇尔修道院。修道院伫公元第10世纪开工兴建，也毋过因为朝圣客真济，所以几啊摆扩建，到1523年才完工。法国大革命进前，捌互当作感觉数百年，这一摆的1000年纪念活动，法国政府除了投资3400万美金，用15年进行修复工程，也安排各项展览。小镇所在的诺曼底沿海是二次大战死伤数万人的战场，离海岸无到1公里的这个小岛，可落的是会当为陆路直接到遐，也毋过保留的是到四面环海。伫14世纪到15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成做好守歹攻的军事据点。C'est la France qui a fait la France, écrivait Michelet, fille de sa liberté. Pour signifier qu'il fallut un effort millénaire pour unifier, rassembler, défendre notre peuple et son destin. Ainsi,
La France s'est-elle forgée contre les invasions et les éléments, les archaïsmes et les renoncements, surmontant les épreuves nées de la mer, de la terre, du feu et des airs. 公司新闻七家真朋友。非洲国家年日东北部的撒哈拉沙漠有一座，互人形容是失落之城古城——贾多城。这座城是用盐甲土砌起来，伫咧沙漠当中真稀罕，咱做伙来看。伫一片趴远的沙漠内底，有一座真古早的砖仔头。西非年日东北部撒哈拉沙漠地区，有一座已经无人伫咧住，毋过建筑互人真赞叹的失落之城——贾多城。Ce fort-là a été construit, je ne sais pas, je ne saurais vous dire avec exactitude quand même la date, mais on peut estimer ça au-delà de 200 ans quand même. 贾多城伫咧瓦利比亚卡瓦尔绿洲地区，这个年前是牧羊人士经过撒哈拉沙漠时阵交通的要道，伊的外观就亲像一座堡垒。起造的人用岩盐、甲黏土打造出砌起形体的壁、瞭望塔、秘密通道、甲水井，技术是真好。Il y avait un arabe qui était venu de la Turquie, selon les informations que nous avions reçues. Celui qui a donné l'ingénieuse idée aux gens de construire ce fort-là. 嘛有人推测讲，迄当阵的居民为着要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打造出堡垒式的建筑。毋过，这也会当考古学家的考证。当地部落指出，贾多城是年纪人的骄傲。毋过，长久以来因为无保护，尤其是岩盐的建筑，可能会因为落雨、雨水的侵蚀受损长。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甲贾多城列入去世界文化遗产，来保存这座珍贵的古迹。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巴西里奥的中央火车头展示一场特别的服装秀，马道穿的服装全部拢是用旧衫裤来改的，希望是会当宣传环保的观念。驻台万千的模特儿，喊一个摇一个行上舞台，无讲你毋知知，因身躯顶的花蕊钻塔，5月14日洋装，阁有唱的韩国目剧，西军挂条真有个性的帽啊，全部拢是旧牛仔裤，也阁有铁路公司最好的保佑啊，重新设计制作的。这场伫里约中央的车头演出的服装秀，水阁城人，有真侪民众拢过来观看。Lindo, maravilhoso, a ideia é ótima. Essa temática que ele trouxe, né, de recriar peças que já não teriam mais nenhuma utilidade. 甲检查变做珍珠的幕后工程是巴西一群读服装设计学生，因按当地的 LGBT 组织合作，用40个少年模特儿。其中包括非洲裔甲跨性别女性，希望有更加侪人了解资源回收有侪侪无同的方式。Não dá para pensar o meio ambiente com aquela linguagem apenas do resíduo ou do chamado lixo. Né? Então, usar a moda para isso, para falar pouco sobre todos esses corpos. 这场未人过现代的服装秀，让当地民众真介意。主办单位推广永续发展的环保理念，嘛伫无形当中收到效果。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疫情期间，过喙暗唔免过度表情。即阵疫情等候喙暗溜掉，所以日本是出现特殊的笑容课程。有学生就讲，相信学习了后，对找头路面试应该真有帮助。教室内底学生体镜一直照，做出无同的表情。因为是上课无专心，实际上专门咧教安怎有完美笑容的笑颜用的课程。大家专心研究家己面的表情。口、頬、目、この順番、意識する順番も大事です。これが完璧な笑顔です。英国是电台主持人的美术教练川野惠子表示，疫情期间大家拢挂喙暗，或者是拢伫咧厝里，真少有多样化的表情。所以这个课程是针对有大量面对面需求的人来做训练，互因会当有完美的笑容。川野招牌教学是好来学习微笑的撇步。包括笑起来目睭就要弯弯长长，嘴皮圆圆，会当看到闭起的喙齿这种笑容，甚至还阁有专门检测面的表情的软体，会当甲每一个人的笑容评分。意識的に自分の表情を見ながら笑顔を作っていくのが新しい体験で、これから自分で笑顔になるシーンで自分がどんな表情なのかちょっと考えながらすることが増える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有部分的学员认为讲。有完美的笑容，伫咧找头路的时阵，这是互伊会当成功真关键的因素。就活っていうものには絶対に活かせると思いますし、やっぱり
就活っていろんな人が来るわけで、やっぱり最初の初対面の印象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大事だなと思って。美术教练表示，手眼药的需求从去年以来增加4倍。来上课的学员、为销售人员到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拢有，收费是1点钟7700块的一票，差不多台票1700块。感受迄个价值，就看每一个人的感受。公司新闻张祖平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